大家好，我係蕭蕭，蕭蕭又帶大家嚟到另一個呢，唔知邊個島估你唔到嘅西西里島一個呢重要嘅景點啦。呢個呢聽講呢就係一個呢考古嘅地點嚟嘅，喺呢個西西里島嘅東邊一個城市叫做 Syracuse。咁呢裏邊呢有一個呢古希臘同羅馬嘅半圓嘅表演場啊！喺呢度呢，以前啲呢古代嘅羅馬希臘人呢，就喺呢度呢聽演唱會啊、睇表演啦。大家知唔知對開嗰個係乜嘢海呢？對開嗰個呢就係好美麗嘅地中海啦！哇！大家梗係想像得到，當你呢係一個好好嘅環境，然後呢睇緊表演、聽緊歌劇。然後呢，睇住個美麗嘅地中海，尤其是呢日落呢，吹住啲地中海嘅海風呢，係非常嘅美麗啊，非常嘅舒服啊！嗱，大家睇下呢度真係好古董、好古老噶，全部都係啲礦石嚟噶。嗱，仲有啲山洞添呢，可能呢就要嚟唞暑噶啦。蕭蕭呢就嚟到呢度呢，就非常之曬啊！不過呢都好值得嚟呢度，喺下邊呢仲有好多呢啲考古嘅地點呢去發掘嘅。好，由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但願主耶穌嘅恩惠、天上父親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、神愛大家嘅心都一齊增長，從今天直到永永遠遠。又願賜平安嘅神親自嘅使你們全然成聖，又願你嘅靈魂同身體都得蒙保守，在等候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完全無可指責。我就係蕭蕭，星期日蕭蕭，蕭蕭祝大家心裏平安，身體健康，拜拜。